各位朋友大家好，今日我哋就嚟深度起底，盤點一下現役同埋即將服役嘅日本10大頂尖武器。你絕對想象唔到，連大名鼎鼎、全球爭住買嘅第5代隱形戰機 F-35喺呢個排行榜入面，竟然都只能夠排到第3位。今日我哋唔講廢話，直接帶大家睇清呢個隱藏喺櫻花背後嘅軍事巨人。我哋先由第10位開始睇起，排喺第10位嘅係日本海上自衛隊引以為傲嘅蒼龍級，同埋最新一代嘅大鯨級常規動力潛艇。講到潛艇，好多人都知核動力潛艇好勁，但如果單純講常規動力，即係柴電潛艇嘅話，日本絕對係全球數一數二嘅王者。蒼龍級最恐怖嘅地方，在於佢係全世界第一款大規模採用鋰離子電池嘅作戰潛艇。傳統潛艇要定時浮上水面，或者用通氣管嚟充電，咁樣好容易被雷達或者衛星偵測到。但日本憑借自己強大嘅電子同埋電池科技，將鋰電池技術塞入潛艇入面。呢種做法令到潛艇嘅水底續航能力暴增，而且可以喺水入面保持極之安靜嘅狀態。喺現代反潛戰爭入面，邊個夠靜，邊個就係贏家。而最新嘅大鯨級更加係將呢種靜音同埋潛航能力推向極致，排水量達到3000多噸，喺大洋深處就等於一個完全無法察覺嘅幽靈，專門喺神不知鬼不覺嘅情況下給予敵方致命一擊，係日本守護周邊海域嘅水底定海神針。跟住落嚟第9位，我哋要將目光由水底拉返上陸地，呢個就係陸上自衛隊嘅王牌10式坦克。大家都知，傳統嘅主戰坦克好似美國嘅 M1 艾布蘭或者德國嘅豹二咁，動輒就60-70噸重。雖然裝甲厚，但喺日本呢種多山多橋梁、地形狹窄嘅島國環境入面，咁重嘅坦克根本行唔到，隨時連一條普通嘅橋都過唔到。於是日本就自己研發咗呢款10式坦克，佢嘅全重只有44噸左右，但千萬唔好以為佢瘦弱就好蝦，佢配備咗日本國產嘅120毫米滑膛炮，火力極之兇猛。更厲害嘅係佢嘅第4代戰術情報處理系統，可以將戰場上所有坦克、無人機，甚至係總部嘅數據實時連線。簡單嚟講，一架10式坦克睇到嘅嘢，成個裝甲部隊都會同時睇到，可以做到精準嘅群體圍剿。而且佢嘅液壓懸掛系統可以令部隊喺高速行駛或者崎嶇山路入面都行得好穩，好似喺平地飛馳咁，完全係一架為咗保衛日本本土島嶼而量身打造嘅陸上鋼鐵猛獸。再嚟到第8位，呢個就非常之有科技感啦，就係防衛省近年大力推動嘅電磁軌道炮技術。通常我哋睇軍事新聞講起軌道炮都會諗起美國，但美國因為經費同埋技術樽頸，前幾年好似放棄咗呢個項目。不過做事一向執着嘅日本竟然默默接手，仲喺過去呢2-3年入面取得咗突破性嘅進展。喺2023年底，日本防衛裝備廳就成功進行咗全球首次嘅艦載電磁軌道炮海上試射。呢種武器唔係用傳統嘅火藥嚟發射，而係利用強大嘅電磁力，將彈頭以超過7倍音速嘅恐怖速度發射出去。7倍音速係乜嘢概念？即係話敵方嘅軍艦或者導彈仲未反應過嚟，個彈頭已經好似流星咁將佢哋打穿。日本研發呢種超高速武器，主要目的就係為咗應對周邊國家日益嚴重嘅高超音速導彈威脅。只要呢套系統正式列裝，日本嘅國防防空網就會升級去到一個連神仙都好難打得穿嘅層次。講完高科技防空，第7位就要提一提日本海上自衛隊嘅盾牌摩耶級神盾驅逐艦。大家都知美國嘅神盾系統係全球防空嘅標杆，而日本嘅摩耶級排水量超過1萬噸，基本上就是一艘縮小版嘅巡洋艦。佢最核心嘅戰力在於佢配備咗最新嘅基線9版本神盾系統，仲有協同作戰能力。呢個能力代表乜嘢？代表摩耶級唔單止可以靠自己嘅雷達去阻取目標，佢仲可以接收美軍戰機、預警機或者其他盟軍軍艦傳過嚟嘅雷達數據，然後接發射標準3型或者標準6型導彈去攔截。標準3型導彈具備大氣層外攔截彈道導彈嘅能力，而標準6型就可以防禦超音速巡航導彈。摩耶級驅逐艦目前喺日本海同埋太平洋方向部署，等於喺日本本土外圍築起咗一道密不透風嘅高空防禦牆。任何想要飛越日本上空嘅導彈，都要先問過呢個海上巨人。好啦，排喺第6位嘅係一款日本正喺度全力研發，預計好快就會面世嘅大殺器島嶼防衛用高速滑空彈。名聽落去好似好斯文，但實際上呢款嘢係結結實實嘅高超音速武器。大家都明白，
日本近年非常擔心自己西南面嘅島嶼，好似沖繩或者釣魚島一帶出事。如果呢啲島嶼被敵方佔領，自衛隊要點樣奪回？呢款高速滑空彈就係答案。佢由陸上嘅移動發射車發射，衝上高空之後，彈頭會同火箭分離，然後以超過5倍音速嘅高超音速喺大氣層邊緣進行不規則嘅滑翔同跳躍。因為佢嘅飛行軌跡飄忽不定，現時世界上所有嘅防空雷達同導彈都基本上沒辦法鎖定佢。當佢鎖定目標之後，就會以接近垂直嘅角度由天而降，直接將敵方嘅登陸部隊或者海上面嘅軍艦砸個稀巴爛。呢款武器預計會喺2026年前後正式服役。佢嘅出現代表住日本由以往純粹防守嘅戰略，正式踏入咗具備遠程精準打擊能力嘅新時代。跟住落嚟第5位，我哋要睇睇日本海上自衛隊名義上最強大嘅水面艦艇出雲級直升機驅逐艦。雖然日本官方一直堅持叫佢做驅逐艦，但只要係深明眼亮嘅人，一睇到佢嗰條長達248米全通式嘅飛行甲板，就知佢根本就係一艘貨真價實嘅輕型航空母艦。出雲級一共起咗2艘，分別係出雲號同埋加賀號。前年日本借口話要應對周邊安全威脅，正式啟動咗出雲級嘅航母化改裝工程。佢哋加固咗甲板嘅耐熱能力，仲將艦橋由梯形改成了矩形，目的就係為了可以搭載美國生產嘅 F-35B 垂直短距起降隱形戰機。當加賀號同出雲號完成全部改裝，各搭載10幾架第5代隱形戰機嘅時候，日本就會重新擁有自2戰結束以來夢寐以求嘅遠洋航母作戰打擊群。呢種戰力由海上面延伸出去，可以控制周邊幾千公里嘅空域，完全顛覆咗大家對自衛隊只能守喺門口嘅固有印象。好，嚟到第4位。呢個絕對係日本近年軍事科技嘅集大成之作，亦都係全亞洲甚至全球軍事界都高度關注嘅項目，那就是日本、英國同埋意大利3國聯手研發嘅全球作戰航空計劃，簡稱 GCAP， 亦即係日本傳聞中嘅第6代戰機項目。好多人可能知日本以前搞過一款叫心神嘅隱形技術驗證機，雖然嗰架機冇量產，但日本透過佢累積咗極之深厚嘅隱形材料同埋矢量推力發射機嘅技術，依家日本將呢啲技術帶入去呢個6代機計劃入面。呢款未來機唔單止要有比 F-35更強嘅隱身能力同埋超音速巡航能力，佢最科幻嘅地方在於佢嘅人工智能大腦同埋無人機蜂群控制能力。未來呢架6代機起飛嘅時候，一個人可能要同時指揮身邊3至4架無人僚機。呢啲無人機會幫佢去前面偵察、擋導彈或者主動發起攻擊，而且佢仲會配備強大嘅微波武器同激光武器。日本預計呢款戰機會喺2035年左右開始服役，用嚟完全接替現役嘅 F-2戰機。呢個計劃直接向世界宣告，日本喺尖端航空領域絕對要爭奪一席之地。好啦，揭曉完前幾位，依家終於嚟到大家最關心嘅前3名。第3位，冇錯，就係大家耳熟能詳，被譽為當今世上最強嘅多用途隱形戰鬥機 F-35閃電二式。可能好多人會好奇， F-35咁勁，喺世界上咁多個國家都係當做命根咁樣看待，點解喺日本呢度竟然只能夠排第3？原因好簡單，因為 F-35雖然厲害，但佢始終係美國嘅產品，美國賣俾日本嘅時候，核心嘅源代碼係鎖死咗嘅。日本冇辦法自己去隨意改動或者升級裏面嘅系統。不過即便如此，日本對 F-35嘅採購規模依然大得驚人。日本一共訂購咗147架 F-35，其中包括105架常規起降嘅 F-35A， 同埋42架專門配備俾出雲級航母嘅 F-35B。呢個採購量令到日本成為美國以外全世界最大嘅 F-35用戶。當呢100多架5代機全部到貨並且形成戰鬥力嘅時候，配合日本原本就非常優秀嘅飛行員素質，日本航空自衛隊嘅空戰實力將會達到一個前所未有嘅高峰。喺周邊地區完全可以形成局部嘅絕對空中優勢，但正正因為佢係買返嚟嘅，受制於人，所以佢只能屈居第3。咁排喺第2位，能夠壓倒 F-35嘅到底係乜嘢神仙武器？呢個就係日本目前正在傾全國之力進行大規模升級同量產嘅12式陸基反艦導彈能力改進型。原本嘅12式反艦導彈射程只有大約200公里，基本上只可以用嚟打擊靠近日本海岸線嘅敵方船隻。但係近年日本看到周邊局勢風起雲湧，於是決定不做則已，一做就要做到最絕。他們將呢款
導彈進行了魔改，將佢嘅射程由原本嘅200公里直接暴增到1000公里，未來甚至計劃提升到1500公里。呢個數字代表咗乜嘢？代表住如果日本將呢啲導彈部署喺九州或者沖繩嘅西南離島，呢啲導彈嘅打擊範圍將會直接覆蓋周邊大國嘅沿海一帶，甚至連對方嘅重要軍港、軍事基地都在佢嘅直接火力覆蓋範圍之內。而且改進型嘅12式導彈唔單止射程遠，佢還採用了匿蹤外形設計，令到敵方雷達極之難發現。佢仲可以喺飛行過程之中，透過衛星不斷修正軌道，繞過敵方嘅防空火力網，進行外科手術式嘅精準打擊。日本依家仲計劃將佢發展出艦載版同埋空射版，全面裝備喺軍艦同戰機上面。呢款導彈嘅出現，徹底打破咗日本和平憲法中不保持攻擊性武器嘅限制，讓自衛隊歷史性地擁有了源頭打擊能力。意思就是，只要我發現你想打我，我就可以先發制人，直接摧毀你本土嘅導彈發射架。呢種戰略威懾力，絕對唔係幾架買返嚟嘅 F-35可以比擬嘅，所以它排在第2位，絕對係實至名歸。好啦，終於要揭曉排喺第1位，那個足以撼動成個國際戰略平衡，讓所有周邊國家都坐立不安嘅終極存在。它唔係一件單一嘅常規武器，而係日本隱藏得最深，亦係最令國際社會忌憚嘅超高純度硒元素儲備與頂尖核技術潛能。聽到呢度，可能好多朋友會話：日本唔係無核國家咩？佢哋唔係全世界唯一遭受過核彈轟炸、對核武最反感嘅國家咩？冇錯，日本表面上遵守非核3原則，即係不擁有、不製造、不引進核武器。但大家要明白，日本係全世界上唯一一個雖然唔係核武國家，但卻被國際原子能機構批准可以合法進行核燃料後處理嘅國家。多年嚟，日本透過發展民用核電廠，積累咗數量極之龐大、純度極高嘅反應堆級同武器級鈾元素。根據一些公開嘅統計數據，日本目前喺國內以及寄存在英國、法國嘅氦元素總量加埋已經超過了45噸。45噸氚元素係一個乜嘢概念？如果依照製造一枚標準核彈頭需要大約4至5公斤嘅氦嚟計算，日本手上擁有嘅這些原料理論上足夠喺極短時間之內製造出超過5000甚至6000枚核彈頭。呢個數量已經遠遠超過了英、法、中等傳統核大國嘅核武庫總和。直追美俄兩大巨頭，除了有驚人嘅原料儲備，日本在核武器製造嘅技術鏈上面根本就係萬事俱備，只欠東風。首先喺製造工藝上，以日本喺精密機械、電子控制、材料科學上面嘅世界頂級實力，要將這些氦元素加工成核彈頭，對佢哋嚟講根本不存在任何技術瓶頸。其次，有了彈頭，你仲需要有能力將佢投射出去。而日本喺航天領域嘅實力，大家有目共睹。佢哋嘅 H2A、H3 系列固體同液體火箭技術非常成熟，特別係佢哋研發嘅固體火箭，只要稍微將上面嘅衛星載荷換成重返大氣層嘅彈頭，喺短短幾個星期之內，呢啲民間航天火箭就可以直接改裝成射程超過1萬公里，可以打擊地球上任何一個角落嘅洲際彈道導彈。再配合我哋頭先提到嘅日本正在大力發展嘅高超音速滑空彈，以及1500公里射程嘅12式反艦導彈改進型，日本基本上已經默默建立起了一套完美嘅陸海空3位一體核投射載具潛力。所以日本之所以唔做核武器，唔係因為佢做唔到，而純粹是因為目前有美國嘅核保護傘罩住，以及受到國際政治環境嘅制約，令佢選擇唔做。日本就像一個絕世武林高手，雖然雙手插袋，但腰間其實掛滿咗隨時可以組裝而且威力無窮嘅絕世神兵。只要國際局勢發生劇變，例如美國力量退出亞太區，或者周邊發生不可逆轉嘅重大軍事衝突，日本可以在短短幾個月甚至幾個星期之內撕掉偽裝，直接跨過你道門檻，變身成為一個擁有數千枚核彈頭、擁有洲際打擊能力嘅頂級核強國。呢種隨時可以實體化嘅核潛能，先係日本真正最恐怖、最頂尖、最能夠撼動成個國際戰略平衡嘅終極底牌。睇完呢個排行榜，大家係咪對日本嘅軍事力量有了一個全新，甚至係有啲毛骨悚然嘅認識？由水底深處無聲無息嘅大鯨級潛艇，到海上面改裝完成，準備迎風翱翔嘅出雲級隱形航母。由遠程精準刺殺嘅12式魔改導彈，再到最後呢個足以改寫人類歷史進程嘅核技術底牌。
日本嘅軍事戰略已經徹底由過去二戰後嘅專守防衛，演變成今日具備強大進攻性、遠程威懾力嘅現代化軍隊。他們利用高科技築起防禦牆嘅同時，亦喺不知不覺間磨利咗自己手中嘅進攻長矛。這個隱藏在和平外衣之下嘅科技與軍事巨人，喺未來的亞太局勢以及全球戰略博弈入面，絕對扮演着一個可以左右大局，甚至係決定天秤向邊一邊傾斜嘅關鍵角色。任何一個國家如果依舊用幾十年前嘅老眼光去睇日本，覺得佢只係一隻無牙嘅老虎，那麼最終必然會付出難以想象嘅沉重代價。非常感謝大家今日收睇呢期咁硬核嘅軍事深度起底。如果你覺得呢啲信息幫到你睇清局勢，記得同身邊嘅朋友分享。我哋下一期再見，拜拜。